Hello，大家好，我係 Martin。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呢幾年多咗好多人關注，2017年先至成立，但係已經攞過2次 GPHG， 馬來西亞設計、瑞士製造嘅獨立製錶品牌 Ming。講真啊，我自己其實都係舊年嘅年尾先至第一次認識 Ming 呢個品牌。當時就見到佢哋隻 Bluefin 潛水錶爆冷拎咗 GPHG 嘅運動錶大獎。第一次見到佢哋嘅手錶已經覺得非常之獨特，尤其是係呢隻錶將部分嘅刻度印咗喺錶面塊藍寶石水晶玻璃錶面上面，而個 dial 就做咗鏡面嘅效果，隻錶睇落去立體得嚟，亦都非常重科幻感。如果喺暗啲嘅環境，當啲夜光着埋，即刻令我諗起呢套戲啊！而今日要講嘅呢隻同其他所有 Ming 嘅手錶一樣，都貫徹咗品牌嘅理念同埋哲學，就係用光影藝術同埋創新物料去 redefine 手錶設計。呢隻就係我喺 Chrono 24揾翻嚟，已經停咗產嘅 22.01 GMT Gilt。先講講手錶嘅基本資料，呢隻錶嘅錶徑係38mm， 厚度亦都只有 10.7mm， 再加上用上咗一個 titanium 嘅錶殼，隻錶拎上手個 size 適中得嚟，亦都非常輕身。對於一隻專門貨你去唔同地方旅遊嘅 GMT 手錶嚟講呢個配置真係特別加分啊！機芯方面就用上咗 Sellita 嘅 SW330，Ming 將呢個機芯鍍上咗黑色，並且換上咗一個鏤空，同埋刻上咗品牌 logo 嘅 roll 呢個設計令到隻錶嘅背脊睇落去亦都符合翻呢個充滿科幻感嘅主題。呢隻錶嘅錶耳亦都花咗啲心思，可以見到4隻腳係微微向外彎出去。至於原裝嗰條皮錶帶嘅接駁位亦都做咗輕微嘅弧度，去迎合翻錶殼嘅形狀。可以見到品牌喺設計呢隻錶嘅時候係盡量咁樣使用曲線，令到隻錶睇落去更加圓潤，同埋喺視覺上更加和諧。而呢隻錶嘅重點就一定係個錶面啦。第一眼望落去，你就會見到有2 set 唔同顏色嘅指針同埋刻度。所有白色嘅元素其實就係呢隻錶嘅主時區時間顯示。至於啡啡地青金色嘅元素就係一個24小時時針嘅顯示，亦都係呢隻錶嘅 GMT 功能。為咗令個光影效果更加突出，錶面嗰塊藍寶石水晶玻璃其實係做咗雙面防反光塗層。根據官方資料，玻璃面上鐳射雕刻嘅白色刻度係用上咗 High Ceram X1， 至於指針就用上咗 Superluminova X1， 但係好老實講，我自己就唔係好睇得出有咩分別啦。而隻錶令我最欣賞嘅位就係呢個將個刻度印喺玻璃錶面上嘅安排，就唔單止係為咗好睇，而係有實際功能嘅。呢隻錶嘅 dial 我自己覺得係有啲 busy， 隻錶本身已經細隻，內圈嘅數字仲要密密麻麻。第一次睇其實真係有啲迷，但係戴咗一段時間之後就發現其實只要淨係望住其中一個顏色嘅元素，就可以好清晰咁讀時。如果平時唔係去緊旅行嘅話我就會將嗰支青金色嘅 GMT 針當一支普通嘅24小時時針咁用。至於個 dial 本身嘅處理都幾得意，做咗個3層式嘅設計，中間嘅位置做咗個磨砂嘅質感，同外圈光滑嘅鏡面處理形成鮮明嘅對比，令成個視覺效果更加豐富。最後想同大家分享呢隻錶一個我覺得好細心嘅位，就係個錶扣。當我戴好隻錶之後，可以將多餘嗰條錶帶放埋入去，令隻錶貼手啲，同埋睇落去更加整潔。呢個設計好似好簡單，但係就真係好少見到有其他品牌好細心咁考慮到。Overall 嚟講，呢隻係一隻好正嘅 traveling watch。雖然個巴的冇做到旋入式，但係防水都係100米。唯一要投訴嘅位就係呢條原裝嘅皮錶帶啊。雖然個質地幾舒服，但係超級容易出現摺痕。如果平時日常戴我就會建議換翻一條米蘭帶。呢隻 GMT 嘅 Ming Watch， 唔知道你哋又點睇呢？記住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就記住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你哋嘅支持係我更新最大動力。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